由台南市社会局举办的“让爱亮起来”社区福利成果嘉年华，19日伫北区四季廊道热烈登场。现场有咱市35个社区发展协会展出因的社区营造特色，同时也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让各社区之间会当互相交流、联络感情。活动即天，市长黄伟哲伫社会局长陈英基的陪同之下，也特别来到现场同乐，并颁奖表扬社做积极的社区。现在颁奖给我们桥南社区郑佩莹执行长以及有功人员有严艳华女士、李秀梅女士、陈梦淑女士、周锦绸女士啊。欢迎大家来参加“让爱亮起来”我们的绩优社区表扬。今天总共有35个社区来接受表扬。事实上，社区发展是长久以来我们基层的工作为了要让许多跟民众做双向的这个互动，所以我们除了有行政系统的里办公处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社区的建立在社政系统上面。那事实上，这几十年来也验证了许多社会福利、社会政策，还有许多公共政策的推动，靠社区能够帮很大的忙。所以，如果社区能够健全的话，那么能够让我们社会更健全，社区更完善的话，社会就更完善。所以我们很感谢这么多社区在防疫、在社福、在公共政策、在防灾方面，通通都做了非常好的表现。我们感谢他们，也持续将努力更深化社区工作的推动。除了颁奖表扬，主办单位嘛规划予参加活动的35个社区发展协会展现各种才艺，有舞蹈表演、有戏剧演出，每一个社区拢用尽全力，要来争取任务。看到大家用心的演出，和社会局长陈英基表示，每一个社区拢是绩优第一名。咱这个社区会当共同来参与市长咧问我讲，这些是绩优，我说全部都是绩优。今仔来参加更是特优。所以我真正在座感谢啦！市长，我7股分大时，特别讲叫我跟转来甲各位致意啦。我想真正感谢咱对市政的支持再次的感谢各位，祝大家。局长陈英基表示，社会局将会持续交织社区能量，成为社区的后盾，并会甲社区携手扶持，期待社区会当永续发展，创新发想多元方案，推动便性即时的服务，符合在地需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